あの日あの時あの場所で君に会えなかったら。突然唱起日文歌，事關呢首陳年日劇主題曲，都算係自己日本宣教嘅緣起。所以本集嘅內容掹車邊都叫同自己嘅召命有啲關係。前排半放假半做嘢去咗東京，此行有個目的就係去90年代初嘅經典日劇《東京愛的故事》嘅拍攝場地朝聖。當時亞洲電視播放《東京愛的故事》，仍係中國生嘅我就係咁首次接觸日本文化，當時都算入咗坑。雖然之後出嚟做嘢對日本嘅興趣已經大減，但點知今日又同日本宣教扯上關係，所以《東京愛的故事》可算係一個原點。其實已經忘記咗呢套劇七七八八，但為咗令今次東京之行有個目標，所以就決定嚟個拍攝點朝聖。日文即係ロケ地巡り。首先要感謝日本熱心網民響 Google Map 列出晒所有地點，所以唔使揾得咁辛苦。時間所限，當然冇去晒，去嘅都係最經典嘅場景，例如呢條莉香同源自成日傾偈嘅天橋，源自嘅屋企，仲有莉香嘅屋企，當然唔少得佢哋相識嘅 office。其實片尾都有鳴謝到呢間真實嘅公司。最後梗係要去莉香同源自最初相識到最後再會嘅公園廣場。仲咁啱俾我喺度撞到都係嚟朝聖嘅香港人，原來唔係淨係自己先鍾意東京愛的故事，真係倍感安慰。本集完。